拢要叫我出钱的啊，但是报纸伊的风，伊的迄个风格足侪种的，唔免用甲着这材料的报纸，一种就是讲多干纸，就是对别人用这所以这做的迄个报纸，哦，咱希望讲会当，你看人甲人斗阵啦吼，你若去做市场啦，敢要安尼斗阵？咱看着嘛，人抓尖仔边啊吼，所以讲即个无干纸有诶嘛是做袂出来诶，因为看着迄个，你看迄个人吼，坐规工诶面，拢爱面斗面斗安尼，互人感觉讲做毋歹人斗阵诶吼，所以讲这嘛是一种诶报纸呢，哦，咱来坐面若较笑，人会感觉一个人真好斗阵，就人就感觉讲互咱含咱节奏有安全感，就足想要安尼斗阵。哦，这叫做无颜丝嘛，做有颜丝就是讲，种人讲好话报纸啊，吼，时常存好心做好事，讲好话，勉励人，哦，时常鼓励人，这种诶，所以报纸拢免出钱诶，一句话来讲，一句话会当害人，一句话嘛会当助人诶，哦，所以讲咱一句话，咱亲像咱诶，咧请人诶求道，咱咧助人诶求道，只要咱出钱。人认认啊，真正诶，拄好互咱做来，互咱做来，人也是认了后，你看咱一直成长进呀，吼。所以这言辞呢，是讲非常诶好啦，吼。咱因为咱都无钱，嘛咱就有时讲多讲好话嘛，吼，做好事，做助人，吼。这心思就是讲，为对方这种诶心，给遐众生诶心诶报纸，吼。所以讲心思呢，就是讲有用迄个关心诶心。迄个心嘛吼，遐看人甲人中间有阵时啊，毋免用讲话，我怎么讲对你，这种诶心，咱就是当时啊，迄个拢会当去感受着吼，这就是会当对对方这种诶迄个心吼，做咱自己用出来好，是会甲你真看啦。就是咱之前我伫遮咧讲啦吼，咱逐个拢考虑互接触我遮来，你看咱这种诶感知，互我做有信心诶，吼，就感觉着讲，逐个拢有用心咧听，咱咧讲嘛，感觉安尼节奏有精神啊，这嘛是一种感知呢吼，所以讲人甲人中间，人来讲话，你安尼甲看，表示咱就是有在意他嘛吼，无你若人咧讲话，你边仔是伊做伊讲伊啊，我边互你听去，安尼会是安那？但感觉讲你就是无咧插人啊，你亲像拢无咧插人人就感觉讲吼，足无意思的啊，吼，所以这嘛是一种关系，做一种心思，就是身体力行帮助别人，吼，就是咱有阵时啊，咱做会到嘛吼，咱刚来叫咱创啥来到帮助者，这咱拢做会到，这就是身体力行去帮助别人，吼，有阵时咱来去爬山，咱拢较有当看吼。爬山吼，有阵时咱会表示着讲，伫咧看山的时阵，拢有囥咧茶，这互人这食茶拢搁加红茶，咱会感觉讲心里很温暖啦，感觉讲哇，这人都无简单嘞，咱爬山就遮辛苦啊，伊搁安尼遮尔用心甲这茶菜去看出来了，要互人接应，这嘛是真正无简单啊，这就是。嘛是一种心思，身体力行，吼去帮助人，就是讲嘛是咧让人结善缘啦。佫有做事，像做需要人的布施啊，吼，咱来坐车，咱即马拢较少咧坐车啊，吼，若无咧坐车呢，相信呢，咱拢会让互迄个有需要的老人啊，或者是有龄人啊，是囡仔啦，吼，这就是叫做做事，吼是个，这是讲你公共场所啦，吼，咱会感觉讲。这老人或者是讲，有阵时啊，咱咧坐，咱话坐真久啊吼，人讲安尼，感觉看伊安尼人咱检验，吼，话咱起来，互人坐坐，这嘛是一种的迄个面做的布施啊吼。佫有开始就是讲，毋免问对方就会当，甲对方的心情，互伊相对知所住的方式的布施，吼。所以开始就是有阵时咱会感观察着这个人。咱感觉讲这做亲，吼，有需要做位需要咱去带这个来帮助的时阵，相信咱拢大家斗阵拢较会知影，除非讲咱拢无斗阵啦，若有咧斗阵的，咱会感受着讲这个人有困难，咱就解决着吼，解决着的时阵呢，咱会当互伊做出的方式的布施啊吼，所以讲，如果你会当身体力行，这四项布施，生命嘛对你有所改变啦，吼，所以呢。而且呢，咱就过来看一个迄个影片哦。